係今日表演嘅最後一隊嘅參賽者，佢哋係9號嘅 Halabalu。
海田担當の星宮姫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紅色擔當嘅姫。はい、紫担當のリリカです。大家好，我係紫色擔當嘅リリカ。はい、白色擔當の三月愛です。大家好，我係白色擔當嘅小愛。水色擔當のカルです。我係小色擔當嘅小春。ピンク担当の優越です。大家好，我係粉紅色擔當嘅月月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好開心，我哋今日都可以上到嚟 Campus Project 嘅總決賽舞台啊！亦都多謝台下嘅大家。好，咁然後就希望大家如果中意我哋嘅話，可以投9號。跟住我哋咧為咗報答大家啦，咁我哋喺開1嘅 G02、G03咧都會派小卡嘅，希望大家會嚟揾我哋啦。多謝大家。多謝晒9號嘅 Palabalu， 請你哋咧係而家留步嘅原因咧就係我會請埋咧係其餘8隊嘅參賽者咧上台咧，我哋一齊咧就影翻張大合照好唔好啊？俾啲掌聲！歡呼聲俾其餘所有嘅9隊嘅組合，每一隊咧都係好落力啦，亦都係好精心嘅設計啦，先至咧有咁精彩嘅表現啊！咁啊，第一隊就係 Butterfly 啦，第2隊就係 Bumblebee 啦，第3隊係 White Q 啦，第4隊係 Inferno 啦，第5隊就係 Juniper 啦，第6隊琥珀，第7隊逆光同埋第8隊狂想 Celeste。同埋啱啱咧係為我哋演出嘅第9隊 Palabalu， 為支持佢哋嘅愛，可唔可以放低你手機，大聲啲掌聲、歡呼聲俾晒我哋9隊嘅不同嘅組合，多謝佢哋精彩演出。Campus Project 全民偶像選拔賽決賽2026嚟到呢一刻，亦都係接近尾聲啦。喺度咧係再一次唔該晒咧係3位嘅裁判啦，為我哋咧做呢個評審嘅工作啊。咁但係記住喎，你哋作為粉絲同埋觀眾咧，亦都可以咧馬上咧係去香港動漫電玩節嘅手機應用程式啦，咁啊 download 咗之後咧就可以投下你哋神聖嘅1票噶啦。咁啊記住，我哋一陣間咧喺5點15分啦，你想知道咧各個獎項咧花落誰家啦，冠亞季軍同埋 MVP 嘅話咧，記住5點15分翻返嚟我哋呢度，我哋除咗有頒獎典禮之外咧，亦都有咧係一啲好有水準同埋好有份量嘅嘉賓表演嘅，大家所以千祈咧就唔好走開啦嚇！再一次俾掌聲，我哋咁多隊嘅參賽者。多謝晒 ，thank you。咁我哋約定㗎咯喎，5點15分，你哋再次翻嚟主舞台呢度，我哋一齊去見證究竟2026 Campus Project 全民偶像選拔賽嘅各個獎項。我哋一陣間再見，拜拜。